所的疼，是无比的疼。伊因听流的声，叫我毋免惊。耶稣的疼，是永远的疼。伊用阮变主爱做三甲我满。耶稣的心是慈悲的心，伊用听甲希望安慰我心肝。耶稣的名是救赎的名，伊用十架宝血替我换性命。主耶稣，你是我的拯救，当我看无头前的路途。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主耶稣，你是我的所有，当我失去全部的疼。主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求你抓做我一生的引带。主，你是我一生的引带。主，你是我的所有。这时邀请兄弟姊妹，咱安静咱的心，来到主的圣殿。主的施恩宝座前，咱静静来听候。诗篇62篇第1节讲：我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感谢主，这是予咱三个组织，咱用祈祷来甲主亲近。这是请安静咱的心，让咱的焦点单单注神伫主的心上。咱三个来听候，来亲近咱的主。希伯来书13章16节讲。所以，着对耶稣常常用娱乐做祭献予上帝，就是圣灵注名的嘴唇所加的果子。只是咱献上咱的感谢，咱的娱乐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上帝，感谢主耶稣引带咱头前人生的道路。咱将主耶稣伫咱心上、咱的人生中所为咱所做的，咱献上咱的感谢，咱只是出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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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用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正手，我有永远的幸福。感谢你赐了你的话语在阮的生命中间，佮赏赐阮丰盛的生命。主啊，你讲你是葡萄树，阮是树枝，阮若伫你内面，你也常常伫阮内面。离开你，阮就袂当做啥。主，我们紧紧来跟对你，求你帮助阮，养成逐日读经、亲近你的习惯。我们将新心灵、生命的主权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你来掌管伫阮的生命。互阮的凡事拢会当行善，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上时咱邀请兄弟姊妹，即时咱大家拢伫主的面前，咱对主来献上咱认罪的祈祷。咱常常来犯罪，毋过咱毋知。即时邀请兄弟姊妹，咱将咱所有的罪
摆在主的面前，求主耶稣的保护亚康，洗清咱所有的罪过，互咱成做一个深心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伊。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我们将咱所有的罪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赦免。主，你是阮的主，万能的王，万古的主。主，我们过去阮所犯的罪，至圣至神赐了怜悯的主，阮的爸，阮会到你的面前，阮谦卑承认阮的软弱，阮有罪的本性，定定来做歹，边段行好，常常来犯罪，离开你的真道，浪费你的恩赐。啊，不过总是主，你拢知影阮所犯的罪过，恳求你的保护来洗清阮所有的罪，恳求你教示阮，互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所有的罪犯。求你互阮进入你的恩惠，你的恩惠来进入阮的心，互阮伫你的光内底来活，行你的道路。只是也恳求你的信心内住伫阮的内心，成做阮的保惠师，成做阮的帮赞，成做阮的亮光。安尼，阮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主耶稣，你是我的拯救，当我看无头前的路途。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你赦免我所犯的罪过。主耶稣。这是咱也为着教会事工来祈祷，恳求主耶稣来引带咱教会所有的事工，拢会当顺时顺利。恳求主伫咱要接落来的幸福小组的事工，恳求主来掌管来引带。咱三角出声，为着教会所有的事工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主，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差派侪同工来到阮的中间，特别我们也感谢你差派家务师、下务师、查某师，甲所有的服侍同工来到阮的中间。主啊，你互阮体验着得灵啊得去。主，我们从教会所有推动的事工，特别仰望伫你的圣手，特别阮为着要来的幸福小组的事工，求主你来引带。互阮所有的同工，拢会当有你的圣神三角基地，互因伫推动事工的时阵，会当真正是有你轻信的开力来成做主你所祝福的祝福别人的管道。主，我们将一切献上阮的祈祷、感谢而乐，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献上咱的祈祷。咱将牧师的讲道献上咱的祈祷，也为着会友谦卑来领受主的恩典献上咱的祈祷，也为着所有服侍同工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出声来祈祷。感谢你，主，我们将今仔日2场礼拜交托仰望伫你的圣手，主，我们特别为着主。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啊，要将今仔日2顿的礼拜交托仰望伫你的圣手。主啊，恳求你引带阮，透过牧师传讲的信息，互阮得到主你遐来的福分，你遐来的福气。特别阮为着牧师今仔传讲的信息，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主你的信心甲牧师三角支持，互牧师对嘴里所讲出的，拢是造就人的话，互听的甲讲的，拢平平得到造就。主啊，要为着会友的领袖献上祈祷。主啊，恳求你持续施恩赐福伫富江教会，互富江教会兄弟姊妹心内拢充满着信心、疼心甲毋忘，人人成做基督传福音的精兵，人人有备好达志来军队的牧师来追求同一的意向，遵守大使命，互万民成做基督的门徒，伫阮的生命中持续做福音的见证。传扬你奇妙的救恩，主啊，阮来祈求主耶稣，你互阮伫你的心上学会晓甲天父建立好的关系，提起阮毋单是伫行动上来传福音，搁较是以性命影响性命来传扬主你的疼，求信心添加阮疼的力量，互阮疼神，搁较疼人，互众兄弟姊妹。时时祈祷，找求主的心意，互阮拢会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上帝的意念为意念。求你伫阮的生命中来掌管，活出你生命中的见证。主啊，们为着所有服侍同工献上阮的祈祷。阮有真侪同工，有时嘛伫看袂到的所在来服侍你。主啊，过阮知你拢有看见，你来亲身纪念因，逐个人所付出。来听，来成做你的祝福，来祝福众人。主啊，要将今仔日所有的礼拜过程交托仰望伫你的圣手。主啊，求你来引带阮，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来荣耀你的名，互你的名来遍传全地。愿来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圣名。耶稣的疼是无比的疼。伊用温柔的声叫阮免惊，耶稣的疼是永远的疼，伊用稳定主爱吹散甲我我，耶稣的心是慈悲的心，伊用听甲希望安慰我心肝，耶稣的名是救赎的名，伊用世界宝贵替我生命。主耶稣，你是我的拯救，当我看无头前的路途。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主耶稣，你是我的所有，当我失去全部的疼。主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求你请找我一生的隐藏。主耶稣，就是邀请向姊妹，咱来使，咱对座位中来起立，咱三角来敬拜咱的上帝。我看无头前的路途。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主耶稣，你是我的所有，当我失去全部的疼。主耶稣，你是我
做我一生的引带。主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求你接做我一生的引带。主啊，恳求你来成做阮一生的引带。主啊，当我无我靠的时，你予阮仰望来行落去。主啊，要将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靠。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望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我靠的时，予我仰望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来听从，坚持一生无变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望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我靠的时，予我仰望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来听从，坚持一生无变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来听从，坚持一生无变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主啊，我们来跟对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来听从，坚持一生无变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
主，因为你是对死够爱主，互阮得到活命。主，因为耶稣你告我，阮通面对审判，阮无阁有惊吓。上帝行，耶稣成尊名，耶稣乐听，伊的款下，对是个我，互我的活命，通通分无就通证明了我信仰，耶稣个。心花，因伊个我，无可惊吓，我真知影，伊掌管生命，未来充满亮光，因耶稣个我，上帝行，耶稣成尊名。耶稣乐听，伊的款下，对是个我，互我的活命，通通分无就通证明了我信仰，耶稣个我通面对审判，因伊个。真知影，伊掌管生命，未来充满亮光，因耶稣个我，耶稣个我通面对审判，因伊个我，无可惊吓，我真知影。生命，未来充满亮光，因耶稣个我，耶稣个我，耶稣个我通面对审判，因伊个我，无可惊吓，我真知影，伊掌管生命。未来充满亮光，因耶稣个我，未来充满亮光，因耶稣个我，未来充满亮光，因耶稣个我。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予咱上帝。这是咱也唱圣诗281首。上帝只是临在。上帝只是临在，大家当心敬拜，伫主面前虔诚服侍。上帝的圣殿内，大家点睛礼拜，心肝全已经献跪拜，多一千倍上帝，心可里面挂爱，何罗里高万代，上帝。下迫害，万事万作为你敬拜，现在现在现在，因阮祷告天爱，地在心都恭敬何塞，困求主阿罗听。我所言比你响，为我。
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大权能临在伫阮中间，是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所以你的临在是看阮是毋是同心自执、同心合无、虔诚敬拜。感谢主，阮确信你的疼，互阮受吸引、受呼召来到主你面前。伫这个早起时，虽然有落雨，总是无阻挡着阮的脚步。阮同心自家自执，是因阮较无要见你的面，要经历主你临在所带来的平安、祝福甲真理。感谢主，阮是有福分的人，所以阮谦卑伫你面前，愿你的荣耀伫遮显现，愿阮的敬拜、祈祷、学乐、吟诗，上帝你感纳阮伫你面前的服侍。感谢主，愿你的平安也伫阮中间，圣神运转，互阮知你是活命的主，你是拯救的主，你是赐恩典的主，所以阮会敬拜，阮会领受到上大的福分甲恩典，也要领受你的教示甲你的呼召，行出去，到伫外面为主来宣扬宝贵拯救的福音。感谢主，伫你的面前，阮将今日这2场的礼拜交托你的圣手，愿你圣神亲自引带带领。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姊妹，咱有缘徛伫咱的看银幕，咱要来做伙纪念主教是咱的这个新的诫命吼，咱齐声一句一句，咱做伙来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3亲像，是讲你要听主秘，亲像家己。这2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第2段，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感谢主，请坐。启应，这是咱来启应。来看启应文59篇，这是我来启会众来印。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呢？拢无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尼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呢？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吗？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传遍全地。这是咱来压头祈祷。阮伫天父阿爸爸上帝，这时阮带着无限欢喜甲诚实的心灵。恭敬服侍伫即个圣殿当中，
阮有讲袂了的感谢，甲无限的感恩，要奉献伫你的面前。阮虽然软弱、智慧有限，总是阮搁一摆看见你奇妙甲全能的恩带。你是阮的牧者，阮是手内的羊，无论伫旷野无水的所在，也是野山忧愁的时，你拢无离开阮。阮出阮入，你用你的温柔坚固的手来扶持阮，保护阮。阮天父上帝，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搁较好。阮需要逐项，无论物质也是精神上的生活，你拢满足阮的心愿。我们为着安尼来感谢你。目前台湾总统民意代表的选举，阮也要为着未来的领导者来祈祷。愿阮会当选出一个有疼心、有信心的领导者，带领着台湾行向着人民和乐安居的国度，也为着台湾的社会来祈祷，求主看顾这所在弱势、贫困的家庭，甲老人得到照顾，经济产业平均的发展，人人拢有就业工作的机会，人民生活伫过得平安。也最近近日也台南陆续传出着第二病甲登革热的疫情，也求主来保守疫情早日来解除，恢复正常的生活。今日阮也第6期的幸福小组也开始要来进场来查派，阮有7个小组要来完成组织甲筹备。主，阮知毋是阮熬，是圣神赐阮的气力甲帮助。阮要为着即届副长、小组长、区长来祈祷，求主甲因三甲二个想出着智慧甲气力。阮来伫遮要来宣告，感谢圣神为阮来征战，赢伫best的心。求问上帝，是毋是有任何圣神要爱阮来做，但是阮无做的代志？宣告阮对圣神的信靠、交托甲仰望，伫圣神的面前徛伫对的位置，圣神已经战胜着阮的仇敌。除去一切拒绝的困难，甲被拒绝的，完成即个神圣的使命。阿罗主，感谢主。阮要将今仔日的礼拜，求圣神甲阮三甲同在，求主拍开阮的心来领受。牧师的讲道诚做阮生命上的美牛，阮也要行伫主你所欢喜要跑走的路，将荣光归伫上帝。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受上帝的话，咱来看2位的圣经。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到第12节。第2位圣经是罗马书1章13节到17节。这是我的读。上主讲：以色列啊，恁是我的见证人。我有拣选恁做我的仆人，我要互恁捌我，互恁信我，通了解我是上帝。伫我以前毋捌有上帝，伫我以后嘛袂有。只有我是上主，我以外无别的拯救者。我捌宣告，捌拯救，捌光明，是我。毋是恁中间别个神明，恁是我的见证人，上主安尼宣布。第2位圣经是罗马书1章13节到17节。兄弟姊妹，我真爱恁知，我真一遍计划要去恁遐，通甲伫其他外邦人的中间共款，嘛伫恁的中间
修成一寡果子。毋过到今也有阻挡，无论什物款人开发，也是未开发的，有智慧也是无智慧的，我拢欠因的债。所以我迫切望，会当将福音传互恁。伫罗马的人，我无看福音做见证，因为即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要拯救所有信的人，大省、犹太人、后来外邦人。因为即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即个义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照圣经所记载的，义的人会对信来活。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行伫伊的路的人。献诗，咱请男诗班为咱献诗。讲到牧师所讲的题目是做福音带领的证人，做福音带领的证人。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咱即礼拜大概拢是落雨中吼，总是上帝恩典啦吼，互咱安尼。小可有饮水，总是无拄着真大的即个困难。唯一的好处就是咱水库吼，站门水库讲已经90%啊吼，讲搁一年毋惊无水安尼。所以咱伫生活中感觉讲，有时有好事，有时就歹事。因为雨伤大，就会淹水，就会土石流。无落雨，你搁惊无水通用。这是一个大自然的即个运转的一个规律，咱爱学习去安怎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感谢主，互咱伫早起无受阻挡吼，
咱虽然还佫有湿雨啊，总是上帝保守，互咱伫遮做伙会当同心自会来敬拜。咱要用主的话三角来勉励小等的咱也要就有3、4组的幸福小组，要伫主的面前来做一个车派甲宣告，愿主引带今仔日咱的敬拜，凡事拢学老主来荣耀主的名。咱要开始分享进前，咱三角来祈祷。天阮的主上帝，感谢你，你差派阮。互阮受竞选做你的子民百姓，也佫互阮即个宝贵的使命任务，就是传福音互别人。主啊，这是一个永远的吊命，总是阮要安怎有效、有迄个勇壮的心志传福音互人，这是对圣神互阮的规律。阮要用你的话互相来勉励，愿你赏赐你顶面的智慧，赏赐互阮。特别互阮遮个要受差派做福音事工的兄弟姊妹，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即个主题讲叫做福音大能的证人，是咱对拄则咱所读的即段以赛亚书43章10节到12节，上帝通过先知来做宣告，一个就直接讲上主讲以色列啦，恁是我的见证人。即句来讲，当时以色列拄着真大的即个灾害，也是讲拄着外敌、外国敌人的即个迫害，也是攻击，总是上帝爱以色列百姓讲，恁爱坚持恁的信心，因为恁是我的见证人，我敬恁做奴仆安尼。见证人甲奴仆是为着下面这的话，咱小等的会当一段一段来做学习啦，来做学习安尼。当是安那，咱是上帝的证人，咱对今日2段经文来做一个学习。咱知影福音的大权能，这个规律毋是咱用嘴讲的，是上帝亲自施了权柄伫因所以。大能甲权柄是对耶和华上帝所来，所以上帝宣告，拄则咱读的经节讲，恁是我的证人呐。证人的意思是讲，我有亲自经历到，毋是听到安尼吼，想到拢凊彩讲。像台湾选举毋过够好，日电视新闻讲一大堆，到底是真的假的也无证实到一直讲，就是要讲家己。对家己有利益的话，但是到底是毋是真实啊？咱是要做上帝的证人，当然袂使胡白讲，是你爱亲自经历到上帝你身上所做的工，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平安，上帝互你的快乐甲信心。所以，咱要做伊的仆人，就是无讲袂甲毋啦，仆人就是主叫咱做，咱都爱做。咱做头家的人嘛知影吼。咱叫下骹手人要做工课，伊若讲毋都无就莫食头路啊吼。佫何况是早前咱所讲的仆人，就是伊无家己的主张，就是爱服从主人。何况咱是上帝的仆人，这是头一个咱基督徒所爱做的宣告。第二，目的是甚物？做证人甚物事？伊讲要互恁认捌我、相信我，知影我是唯一的上帝。意思是。咱基督徒，咱做主的百姓，也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要先相信咱的主上帝你无相信，你要讲做证人，你就根本就无合格无资格是你相信，因为你捌上帝，你听上帝，你要做伊的仆人而且咱基督徒所宣告的是，咱的上帝是唯一的啦，无第二个选择，无这也好，迄也好无这甲两就是唯一。因为上帝宣告讲，除了我，无别的上帝，过去无，将来也袂有啦。哇，这是足绝对的得着，因为只有一个创造主，只有一个救主，所以咱基督徒，无论你初信，还是你已经几啊代基督徒，咱爱常常伫你的心底去找到一个确信。确信什么？确信福音的大权能甲权柄是对上帝所来。这个权能，因为咱有一个认知甲清楚的认捌，只有
上帝讲，只有我是上主，只有我是恁的救主。当时以色列人听到这个话，迄是足大的震撼，你敢知？因为因拄着真严重讲对敌的攻击，是好亲像行伫迄个旷野沙漠的中间，好亲像拄着大灾难要到，要找救主，要找啥啊？是要找北公吗？甲咱帮忙吗？还是要找任何的助力呢？还是你我靠主要得胜呢？迄有时甲咱台湾目前的精神嘛，有点仔相像呢。咱到底是要倚靠什么人？还是你爱有一个自信，讲主，我倚靠你，的确要得胜。对底下，咱有甚物款帮战，咱要得到帮战。伊讲，我恁宣告伫要发生的事，我要帮战你。上帝宣告讲，我要帮战你，你咧惊啥？有我通互恁倚靠啊！伊讲无有一国的神明做过即款的事啦，所以恁是我的证人。意思是讲，主要亲自伸手帮助咱，伊要将所做的事宣告。意思讲，还未到的事，上帝都做宣告啊！伫一个掌握着现在将来的事的上帝，伊要出手帮助咱，所以伊讲。无有一个国的神明做这款的事啦，就是讲无有一个人敢这款保证，只有咱的上帝。兄弟姊妹，你有对这四段都得到一个真清楚明白无就是上帝宣告咱是伊的仆人，咱要做证人。第二是咱爱相信伊是唯一的上帝。第三是讲福音这个权柄甲大能，咱相信咱的上帝是唯一的救主。你有这款的确信。第四讲主要帮助咱，兄弟姊妹，因为安尼，咱看见新约保罗伊宣告这个福音的大权能会更较清楚啊！咱看见头前的描述啊，这个经文头前的描述真有意思伊大省是想写张批互罗马书，这是罗马书的起头啦起头咱会当我来搁读这段咱小可了解伊的经文后壁呢，伊讲兄弟姊妹，我真爱恁知，我真侪遍计划要去恁遐，真侪遍计划是要互罗马教会人，伊讲通甲伫外邦其他外邦的中间，嘛伫恁中间修成一寡规矩，意思是伊足计划足期待，要去到罗马的所在。来甲因传福音，要招因做伙对外邦人来宣扬福音，来带一寡人来归主。毋过，伊一句讲到呾也有阻挡，到呾也有阻挡，表示要传福音也无亲像讲你想要有就有要教就教要做就做伊热心要为主，但是阻挡拢有啦，阻挡拢有，咱。有7组的幸福小组，安尼排除万难，讲好，对今日开始，要伫这几礼拜中间，要引带人来认捌主。哇，迄主动毋是咱想的遐少呢，迄是一大堆有诶无诶接触的人才知影。毋过大家拢是有保罗安尼讲，有主动，主动就生成有诶迄毋是咱惊诶啦，迄是咱有要做无？咱有要做。就是咱大家宣告的一句话讲毋是你足厉害才做啦，你做咧就足厉害就对啦这是保罗伊的心意。你甲看保罗是要去外地这是第一项，要对地中海东边要去到罗马是地中海的中央迄是真远的一个路程第二，讲的是外邦人，安尼意思是，搁伫无共款文化的人传福音。人保罗当时的交通条件遐尼歹，伊都几两摆要去，受阻挡，伊都无受影响何况讲咱今仔日这个幸福小组的事工、传福音的事工，就是伫咱的家己的兄弟姊妹中间嘛，伫咱的职场、伫咱的厝边、伫咱的兄弟姊妹、伫咱的亲人中间，也毋免坐船也毋免行路行真远迄款的阻挡，敢会比保罗迄时代更较阻挡呢？过来14节，伊讲无论甚物款人，
开化也是未开化，我拢有智慧也是无智慧，我拢欠因的债。保罗咧宣扬福音，毋是用讲的啦。即个人有价值，我才要传福音互伊。伊吼，哎呀，这有信无信不在意啊，无啥帮赞啦，毋是用讲的，伊是所有的人拢是伊传福音的对象。开化未开化，意思讲有的人可能毋捌字嘛有哦吼，也是讲足野蛮的、足粗鲁的啊。但是伊讲有对位无对位，我拢欠因的债，表示伊是对所有的人开放伊传福音的计划。15，所以我迫切望嘛会当将福音传互恁罗马的人。哇，伊足迫切。过来，伊的心志啦，咱来看伊传福音的心志。伊讲我无看福音做见笑。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大能力，要拯救所有信的人，大省犹太人，后来外邦人。哇，这句话实在是对咱真大的一个信心的鼓励，也是讲一个强化剂就对啦。我无掠福音做见笑，意思是讲有的人吼可能想讲我生日我是一个基督徒吼，真歹势的款，真无民主。有影，对我细汉开始吼，咱拢生活伫一个。毋是基督徒的环境呢，吼，你有时讲你要讲你是基督徒吼，讲懵讲，有时敢若互人踢笑，互人甲你看轻，甚至有人甲你欺负，你就知影讲，哇，要传福音，毋是你想象的遐尼简单。无像今仔日啦，吼，咱基督徒吼真勇敢，讲我是基督徒，吼，我信主，我得到什么恩典，我要做见证，咱拢会当真理直气壮，嘛感觉真有自信哦。但是保罗讲，我无看福音做嘅，因为当时就是一个迫害罗马政府、迫害基督徒的社会啊，所以无掠福音做见证，毋是一句讲歹势安尼那定，是有生命危险的迄款的。所以伊就是安尼，因为伊知影讲，这个福音要拯救上帝大权力、大能力所以毋那是犹太人，所有外邦人，迄是伊去靠外邦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17节。就是伊感觉讲，这个福音的大权能伫倒位？伊讲，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这个义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无分身份，无分背景，无分种族，对信都有。所以保罗伊伫罗马书上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讲义的人要对信来活，无论是罪人，无论是迄个社会阶层有权有价，若有信就要得到。这是保罗一个一生的志向，到底死拢无煞无依。咱若爱对遮，咱搁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整理吼。啥啦？保罗伊宣扬福音的大权能，第一，伊是目的要带人归主啦。伊讲几啊摆吼，我计划要访问罗马，但是有一寡事阻挡。甚至有原是要来带人归主，甚至是要带人归主。有一寡事受阻挡，有一寡事受阻挡。咱知影讲阻挡有真侪原因啦。有的是找无伴，有的是咱已经准备好啊，要招人来，伊讲我咧无闲啦，我着安怎啦？咱做过幸福小组兄弟，你上点滴在心头啦。明明这个 base 的这个模特讲好啦，我今日有闲来，到尾讲歹势啊，车吼，塞车无法度。连逼讲我有代志无闲咧，阮兜有啥物代志？哇，迄主动是真多哦，毋是你想的遐尔简单哦。但是咱毋是咧行主动，是咧看保罗伊这款心志，我心志悠远，迫切要带人归主。这互咱在行个小组兄弟你。就知影讲有主动，迄无奇怪啦。若拢逐项拢顺吼，安尼就毋免理啊，对毋对？就是有主动，毋得需要咱安尼亲像保罗的心志，讲我迫切要带人归主。这是要传福音的人感受会到的，迄个点滴在心头吼。第二，因为伊欠福音的债，伊欠福音的债。讲无论对什么人开化，也是无开化，有学问无学问的，我拢欠因的债。拄则我已经有。伫经节的中间有分享过啊，无差异，无任何这个竞选，就是所有的人拢是我传福音的对象。今仔日咱兄弟姊妹，有的人你
伫迄个社会高层，可能你拢是甲一寡有知识的人咧做伙。上帝讲，遮个人就是你的职场啦，这是你的对象。咱伫社会甲人咧跑走拍拼，有的是做事人、做工课的人，咧劳工、咧流汗的。啊，你伫迄个所在，遮个人就是你所引出来，因为我拢欠因的债。啊，这是即个保罗的心态。兄弟姊妹，除非你是一个安尼骗子啦，也是一个安那亏空公款的，也是一个安尼甲人安尼偷资啊，然后流酸的啦。我想大部分人讲若欠笑足袂自在，无赶紧还了，足歹过日的，足歹困的，困袂去安尼。当然，即摆咱政府有制度啦，我想逐个人拢嘛有贷款但贷款我都知影讲，即个月我要还偌济我偌久要还偌济，我拢家己算好啊但是你一定心思意念讲，我赶紧能甲还。有人讲，哇，最近收入较济归去甲还较紧的啊。真侪人有即款的心志，保罗是用即款欠缴的心志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捌拄着什么人，我拢欠伊的笑，欠伊的笑，你就赶紧要还，赶紧要执行这是保罗的第二种。第三，因为伊知影讲，即个笑毋是还了啦，是要互即个笑得到生命呢。伊是讲要因为神来得到生命这才是宝贵因为伊无用福音做见证可能有干扰迄外来的迄个信号上帝。
就是一个安那，伫最重要的操练操。
因为长老教会这个身份吼，伊怎开始讲啊沉入去，伊家己咧见证讲吼，伊实在是无法度去想象，迄是上帝一种奇妙的引出，讲你都爱做这个代志，啊，你过来说叫咱煞免做一寡长老教会的代志吗？伊讲我毋是用安尼，啊，就为了安尼，伊就开始促成这个工作啦吼。啊，所以伊就组成一个苏格兰啊，甲咱台湾即款的一个事工吼。你看伊有即个字，你甲。
来做对呼来。好，happiness。好，再一次，再一次，来，小朋友，来，预备，peace。Love，happiness，果真幸福。好，果真幸福，拍我，拍我。好我们全部所有的同工我们再次给他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好，请回座，请回座。这个对呼是要激励士气，把因的精神讲出来。你也看，逐组拢有伊特别的精神啦咱伫遮看到这资料咱这资料咱为着因祈祷。伫这几礼拜中间，为着因做祈祷，来咱即阵随时来进行奉献甲时间到咱的这个聚会。回应上帝的话，阮即时来奉献。会众请起立，会众请起立，我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报告，这是我来报告。报告进前，咱来看本月金句，看台语的部分来请。一届挂入独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这是我的报告。我来简单报告，咱掀开酒杯第2页。下周的侍奉当中，咱司礼咱请陈秋雨主事。下周的主礼，咱要请周秀文传道为咱来做讲道。搁看第3页，咱奉献的部分，甲逐项聚会的项目，咱请会众过目。咱掀开第4页，基铁道交通本会今仔日2场的礼拜举行第6期幸福小组祝福甲彩排礼。地点本会定伫下主日9月17要召开着中执会首长联谊会议。
第三点，下主日是9月17为圣经学院奉献主日。第四点，咱本会有定伫9月20举行教育事工主日2个主日。第五点，第二期的奖学金申请，请有适合这个资格人来申请。咱先开到第6页，集体交通商业部举办着敬老结婚50周年以上的特殊年份表扬感恩礼拜，伫10月21日伫顶部的9点半，伫台南大饭店要举行。咱来看第七页，总中会甲社会的消息。咱教会庆典，咱台南中会伫东宁教会，今仔日下晡3点要举行着黄圣父牧师的就任第9任牧师受职的感恩礼拜，咱恭喜。第二点，台中中会台中民族路教会也伫今仔日3点也要举行李宇平牧师的就任11任的主任牧师受职甲感恩礼拜。第三点，寿山中会新生教会定于伫9月17日下晡3点举行陈宏运传道师的奉牧甲就任第5任的牧师受职的感恩礼拜。以上报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感谢主吼，我来做补充先来做介绍。咱今仔日有郑雅文姊妹甲伊的后生林宇恩来参加咱的聚会，有无伫遮？郑雅文姊妹，来欢迎哈！郑雅文姐妹，佮伊的囡仔林宇恩哈，因有伫宜兰的教会会友啦吼，今日欢迎你来参加礼拜吼，真欢迎雅文姊妹。我来做2项补充，头一项就是讲，咱感谢主，今仔日有第一场有4组的幸福小组，要来受车牌，已经完成吼，有对付啦吼。咱第2场的礼拜有3组吼，咱特别真正替因守望祈祷。咱伫前线前前吼，后壁也有祈祷的支撑吼，为着因守望求主，互因所做的工拢真有功效吼。第2吼。特别请咱中级主委后礼拜要开中级会吼，咱因为3个月才开一届中级事奉团队队长，请恁拨时间留落来参加。若有啥物报告吼，有啥物重要的资料要分享，请恁传互咱的干事，互伊通来准备吼。后礼拜是即个圣经学院的主日啦吼，是咱院长娘叫做周秀文传道要代表来咱遮做讲道甲分享，请咱准备心，为着因即个学院的运作来做奉献吼。我补充细项的，就是讲，咱逐摆若落雨，主日若过吼，咱教会增加足侪好物件。啥物好物件呢？雨伞。吼咱楼骹吼足侪，我有时临时举一支雨伞起来用，迄拢足水的，佫有啥物抗 UV 的啦。迄拢足宝贵的奇怪，恁哪会无重视？讲即支雨伞我会爱举转去安尼吼。虽然可能教会卖无去啦，毋过人嘛毋敢甲你摕转去所以若有你的雨伞上好吼，你若咧出来用的，你打你的名，就足好认你的人。第2种好物件是啥物呢？保温杯，逐种牌子的拢有啦，日本牌的拢有啦。奇怪，你平时咧啉水，哪会袂记人摕转去？遮趣味是毋是恁兜骨仔大骨仔食？所以无欠的款。因为吼，咱要加收起来嘛毋摕，要放伫遐是定位吼，请免客气。若确实是你的物件，你就甲干事讲即个我的，我要迄转迄就好雨伞是你的，你就甲举转去安尼。若无咱一段时间就是拢要甲收起来看是要送人，无路用要单调安尼吼，较袂囤伤济啦。这是拢。公共场所拢随时会有即种情形发生，毋过提醒咱大家吼，有的人足认真随转去找无着就随敲电话来讲牧师我甲用一个杯放伫几楼，咱就甲你留起来吼。请毋通客气吼。佫一项拄则咱有报告讲，即个东宁教会下晡要举行
这个牧师的就任式，是咱教会王长老吼夫妇伊的囝婿嘛，伊的查某囝司仪嘛是咱的青年出身的吼。咱有20几位报名要参加，咱知当年教会吼，伊的礼拜堂无介大，有可能就爱看楼骹看传播，主要是下晡可能毋知落雨袂啦。我建议咱吼，若无落雨，徛倒摆去上好，因为迄伫咱遐吼，伫东宁路遐近啊。若假使落雨，大家小载，咱同工小招。伊有开放即个中营路中迄个大操场会当停车，所以停车是无问题。咱小招坐做免讲伤济车，无够位人好停吼。咱尽量提早小可，去才有位人坐哦吼。咱嘛为着黄秀武牧师因夫妇伫当年教会服侍来代祷，求上帝大大恩典祝福互教会更较复兴人业更较加添吼。最后强就是讲。咱大家有咧鼓吹订即个公报社吼，公报社伊的周历手册啦吼，咱登记一段到今仔日要结束啊，若有要登记的人登记，若无咱就要定做，咱就有诶烫金啦吼，即个请大家甲咱提醒一下吼。好，咱来做结束。上爷，咱请会场起立，今时煞咱请牧师人出道。咱参考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祝福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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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咱大家请坐默祷，咱等诗班吟祝福的诗了后，才来离开。感谢主，咱大家互相请安，互相祝福。咱有咱的中道长吼，大家会当做伙享受才离开，大家平安。